会，现场媒体朋友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金山地瓜冰沙雪莲。前面让大家在捕捉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子，让它扎实。还有，所以其实光滑冰沙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而且看到别人在弄那个金山地瓜冰沙，我就知道它超级浓稠的。很香哎，很想给你们大家闻一下。其实最早是发现台湾绿豆，在10年没人种的话，台湾绿豆就要绝迹了。然后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天哪！”我说我阿嬷的那个味道要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尤其现在疫情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么仰赖进口，那他们再也进口不了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一代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绿豆汤？你知道我非常爱绿豆汤，就古早味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某村的这个概念，那它不是饮品。我们接下来像12月或是过年前，我们还会推出相关的一些烘焙，但是也都是用台湾在地的原料，然后去做的衍生。因为我觉得台湾，就是我觉得这片土地其实有很多很有味道的故事，人情味啊各方面。我有职业伤害，所以其实我接下来会做一些调整跟转型，在于茶饮上也是，因为所以也不能说职业伤害啦，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的，因为我喝太多茶，所以我的可能，然后我又爱喝咖啡，加上我不喝水，所以呢，你看我没有水，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不用水，我只要咖啡就好，所以我的那个水分。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睡眠，可能我的咖啡因，我有一点咖啡因中毒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一天不喝茶或咖啡，我会暴躁，然后易怒，没耐心。又被你们拍到什么跟你们真的，我真的好不容易被我都好怕人家觉得是我发你们来拍我，也太巧，我真的对啊，为什么？而且你们还漏了一个，其实还有第5个，你们没有等到最后。对啊，其实有5男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约会啊，老实讲，我每天都在工作啊。我昨天到这里到2点多啊，我最近要爆肝了。但我真的觉得很那个，我其实很哀怨。我朋友就说：“哎、你真的没……他跟你讲，然后你真的没在约会，因为他们上次问我，我就说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都在工作。我说你看苹果帮我证明了，我真的都在工作。我生日就跟我国中同学过，对，然后只有那一天，然后比较放松，还喝醉。对啊，其实借酒浇愁，没有压力太大了。”